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5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0篇，以西结书第34章23节到31节，希伯来书第13章20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是主羊。主日的信息，我们分享到了牧羊人的工作以及圣灵的工作之目的，是为了要使人聚集，而不是要使人分散。我们引用了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42节到47节，以及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。这个羊圈的比喻，以及耶稣基督说他自己是羊圈的门，并且是唯一的门。经文这样说道，于是耶稣基督又对他们说，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不听从他们。我是门，那从我进来的必然安全，并且可以进进出出，也会找到草场。所有从羊圈门进入的，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羊。以前牧师在学生团契的时代，常常唱一首这个校园的诗歌里面的一首诗歌，它的曲名叫做《我是主羊》。诗歌的歌词这样写道，主领我到青草地，安歇在溪水旁。黄昏时，主与我一路同行。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，都强壮。我是主羊。青草地，死荫幽谷；溪水旁，高山峻岭。黄昏时，有主与我同行。黑暗夜，死荫幽谷；路崎岖，高山峻岭。一步一步随主行。主领我到青草地，安歇在溪水旁。黄昏时，主与我一路同行。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，都强壮。我是主羊。我是主羊，这是一个告白，也是一个决志。如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0章所说的，只要进入他的门的羊群，就都可以随意的进进出出，并且可以找到草场，不致缺乏。如同歌词所引用的诗篇23篇所描绘的一样，跟随着牧羊人的脚步，就必能够找到水源，找到草场，得到恩典，不致缺乏。属于主的羊都强壮，这是约翰福音第10章第9节耶稣基督所说的。他说，我是门，那从我进来的必然安全，并且可以进进出出，也会找到草场。也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5章提到迷羊的比喻中所说的。当其中有一只迷失的时候，牧羊人他就放下了99只无需悔改的羊群。这个无需悔改，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之为
无需特别照顾，是那些健壮的、稳定的，让主人放心的羊群。属于主的羊只跟随主，不会跟随其他的人，因为他们不认识他。我们都知道，圣经中羊群代表着以色列人，牧羊人是上帝所差派的先知仆人。上帝本身就是大牧者，如同以西结先知也这样的说道：我要赐给他们一个像我仆人大卫那样的君王，做他们的牧人，牧养他们。我上主要做他们的上帝，像我的仆人大卫那样的君王要统治他们。我这样宣布了，我要与他们立约，保证他们安全。我要除掉境内凶猛的野兽，使我的羊能够安全地在牧场上吃草，在树林里歇息。我要赐福给他们，让他们在我的圣山周围定居。我要在那里赐福给他们，按时降雨，果树会结果子，田园会出五谷，人人都将自己的土地上安居。当我砍断我子民的锁链，从奴隶者手里释放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列国不再洗劫他们，野兽不再吞吃他们，他们将安居乐业，不受任何人的恐吓。我要把肥沃的土地赐给他们，他们境内不再有饥荒，列国不再侮辱他们。人人都会知道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与他们同在。他们是我的子民，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：你们是我的羊，是我草场的羊群。你们是我的子民，我是你们的上帝。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跟随上帝的人就必得到上帝的保守，如同羊群跟随牧羊人，就必得到清净的草地，静静的湖水，必有平安随着我。成为上帝的羊群，是因为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希伯来书这样告诉我们：上帝已经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凭借着耶稣所流的血，印证了永恒的约，使他们成为了群羊的大牧人。愿这位赐平安的上帝在你们所做的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使你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。愿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在我们身上所成就、所喜欢的事，愿荣耀归于基督，世世无穷。阿们。我们要说这是上帝的应许也好，其实我们更可以说这是上帝的保证，因为彼得告诉我们，别无拯救。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宗教，却没有一个宗教经典提到了复活救恩。我们明白人都是有限的，人不可能自己因为有某些成就就变成了神明，即便被雕刻成偶像，也无法照顾人，如同牧羊人照顾羊群一样。因为呢，都是自身难保的。
基督徒世人只有追求真信仰，追求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进入上帝的羊圈的人们，才能够真正的得救。诗篇100篇，普天下要向上主欢呼，要欢欢喜喜的敬拜他，要唱赞美诗歌，到他面前。要知道上主是上帝，他创造了我们，我们属于他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是他牧养的羊群。要以感谢进入他的圣殿，要以颂赞进入他的圣所，要感谢他，颂赞他。上主至善，他的慈爱永恒，他的信实万代长存。感谢上帝拣选我们来成为你的羊群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跟随你。求主帮助我们尽心的跟随，在末后也可以被你分在右边，进入你的国度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